好来乡亲啊，这个2月甲3月是黄花红林木大开的季节，南投县有袂少看花的秘境，也毋过真可惜，最近天气较无稳定，加减会来拍害花蕊。逐年2月底到3月中是黄花红林木开花季节，这个草屯嘛有真侪赏花秘境。其中，南开科技大学的红林木有99交花人文气味，啊，那伫咧石川里的红林木是当感受到农村风景。下雨，天气不稳定，所以有的迄个黄花红林木有一些的落下来了。虽然天气不稳定，影响花期，不过伫咧民间乡一大加油站后壁的黄花红林木，即摆花差不多开7成左右。到达共款开到真暗的麝香木，像爱花蕊的民众拢专工来遮赏花。是不大啦，可是都水耶，色彩很漂亮。它旁边有茶园。黄金色的花海真迷人，将做翕相拍卡的时景景点，欢迎民众趁好天气来遮行踏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